美国的总统川普后礼拜要到英国来进行着国事访问，讲回台的执行长黄仁勋要陪川普做伙去。 开达执行长黄仁勋5月时，甲美国总统川普去中东访问，类似场面有可能会出现。Sky News 报讲，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后礼拜将伫温莎城堡举行国宴，招待前来国事访问的川普，时间包括黄仁勋、OpenAI 执行长、甲苹果执行长库克，这个执行长可能拢会陪同。I want to thank you for including me this evening. It's incredible to be among everyone here, particularly you and the First Lady. 是讲进前北京科技晚宴被点名的库克、加先 Elman 拢有出席。甲川普有讲有找半导体女王苏姿丰冇到场，不过黄仁勋无伫现场。What kind of advice did you give President Trump on semiconductor tariff? Well, I didn't provide any advice. I informed the president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AI tech stack. 接受访问时，用各地代替建议，黄仁勋讲到川普拢正细致。华尔街日报引用消息讲，其实黄仁勋较介意甲川普一对一的沟通，和对方有充分的时间去讲到核心的议题。部分的宴会者会无去 ，AI 教父免怎甲川普盘哪，各界拢真关心。毕竟 AI 已经是大国之间交流的重点，地缘政治成为各大企业必须要重视的问题。过去40年是1对多的关系，美国为中心，其他的板块、区域跟国家多半是在 supply 扶持。如今呢，各国呢各有所长，互惠互补关系的复杂度跟不确定性，它是不可逆的缺失。不会期望说哪个总统下台了以后，这个事情就不见了。AI 改变全球布局，随之而来挑战和企业家拢唔敢大意。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